大家好，今天的节目是来自大埔歌声，节目开始带来一首《小雨》。来这首歌曲是来尤大哥、尤大嫂、盛忠大哥、阿梅姐、佳佳、张大姐、顺天哥哥、梅香姐去锁定，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《小雨》。夜风有飘飘落袂离。声滴滴带情意，热恋时的天气，亲像今夜的暗暝，小风啊，你敢搁会记？天气初恋写批彼支笔，轻轻写出一句我爱你，无奈这全部是。夜风有地创治，小雨因阮想起你。敢讲思念的意义，就是分离的开始。害我对你放袂下你。但愿你要是暂时，不是遗憾的开始。小雨，请你转达伊。声滴滴带情意，热恋时的天气，亲像今夜的暗暝。小雨啊，你敢搁会记？天气初恋写批彼支笔，轻轻写出一句我爱你，无奈这全部是。风有地创治，小雨因阮想起你。敢讲思念的意义，就是分离的开始。害我对你放袂下你。但愿你要是暂时，不是遗憾的开始。小雨，请你转达伊。敢讲思念的意义，就是分离的开始。害我对你放袂下你。但愿你要是暂时，不是遗憾的开始。小雨，请你转达伊。谢谢。这首歌啊，就是唱有这个感情，带着抒情怀念的，还有这首雨啦。啊，每一摆看到像这个首雨的时阵，就想起着过去像这个种种感情啊咧。嘿，欢迎大家收看《义大破歌声》。来，嘛感谢咱济济观众朋友准时收看，啊，咱点的歌曲，咱一首一首来甲你做安排。谢谢山顶拍扑仔的人客官哈。来，坤庆哥哥，咱许爸爸、许妈妈、江长生大哥、龙中大哥、蔡文姐啊。蔡文姐啊啦，咱芙蓉姐、点刷哥哥、桂清大哥、文东哥哥、党的你好、明渊大哥、
爱主姐姐，寿松大哥你好哈！来玉轩，感谢咱这个金华姐、东特大哥、庆荣大哥、永顺啊大哥哈、杨美的蔡大哥好，秀芬、寿松哥哥哈，来，以上谢谢观众朋友，感谢恁的捧啊声。方玲啊，嗨，这个你唔知道发现讲，咱身边的一寡只亲戚朋友呢，嗨，愈来愈济，拢爱提起着家己爱去注意这个血糖。当然咯。哦，你像讲吼，我身边有真济，都加我10外岁去验。哦。啊，一个退休落来的时阵吼，做怎唔知要做啥呢？怎袂晓安排家己呢？迄公务人员的时阵，搁而且呢，搁是即个高级的官员啦。结果的时阵，当安尼吼，到怎退休落来了后的时阵吼，参照即个运动拢袂记哩啊。抑搁咧想讲，即个时差，搁咧想讲，时间到，毋是即摆爱来上班啊。所以讲吼，就咧减运动啦。对。搁再来的时阵，就是安尼吼，生活说变成算郁卒啦。迄个步调调整袂转啊，即个时差你知无？哦。所以变成讲人吼，也安尼一礼拜直直大考，吼，像即一寡即叫做慢性的病，像即血糖像即，就安尼吼，开始就压悬。对啦。到尾的时阵吼，拢去遇到像即个糖尿问题啦。讲到糖尿问题吼，其实咱也是一寡咱电视机前咱在中老班的，咱在大哥、阿公、阿嬷。其实呢，这毋是咱的，我咧讲，毋是中老班的专利啊。即摆连少年人的时阵，我咧讲吼，迄20、30岁的时阵都有糖分的问题啊。拢总提早，甲即摆就是说饮食好习惯，拢总有直接的这个关系。是啊。你也看到讲，咱伫即个进前新闻啊，有一家即个车库，是。高雄的时阵有一位才48尔，48岁。即个查甫囡仔，开着即个车的时阵，即个血糖的先降低啊，导致着讲目睭煞看无。哎哟！手过会错安尼啦。对，腰杆会错啦。结果你敢知影偌一力，将即个规台车纸拄对即个早餐店入去啦。是。甲你受伤以外，而且佫是弄到2个人。是。即款的做这都前途都乌有去啊！你要来去赔？是啊。你讲其实老师啊。咱若糖尿病初期其实无啥症状，你包括讲你拄则讲的即位这男主，可能伊家己嘛毋知讲有糖分的问题啊。拢总是安怎出事啊，人昏去啊，甚至你若向吼人感觉讲非常的无爽快，你才知影讲哇，原来你的血糖已经不正常了。即现代人紧张嘛，你掺食一个物件就足紧张的呢，食一个早顿，食一个中昼顿的便当的时阵，系啊，食一个讲要去困啦。压力真重，对，所以讲就这呢，即款这是现代文明病，你袂使无去注意。那么根据最新像这个医学的报道的时阵呢，咱这个全球全世界意思是糖尿病患者的这个人数，你敢知偌侪人？5亿。哈？5亿万人哦，而且即摆现主是搁伫咧增加。所以讲像这个专家提醒，现代人。控制着这个饮食，也甲这个规律的这个运动。运动是要有规律的啦。会当呢降低着这个糖分的这个风险，是，才袂去得到糖尿病。是啊，所以讲咱专家嘛，拢发现着讲吼，其实有一寡人伊这个糖尿病是无啥状况的咧，但是伊体内底的血糖是倒，雄，伊这前期是量不到的，就像我放年就好啊，我咧讲我也无症状啊，干那较忝尔。我哪会知影讲头一届年的时阵，我妈妈有糖尿病，阿公嘛有糖尿病。结果牛的时阵，头一届年啊，真的不夸张啦。平常时啊，咱的生活习惯，其实我嘛是逐年拢有去做身体检查，但是伫迄届，爸爸甲我牛的时阵是193。我咧讲迄段时间会感觉讲人足疲劳，尤其是咧挡太阳顶的时阵，才发觉着讲，迄叫要拄久去啦。因为有当时1分半钟的迄个红绿灯你挡到要困去安尼。但是呢，阮爸爸去迄届，佫发生佫足较趣味的代志。我爸爸就不相信说，连我家己嘛无相信讲，我哪有糖分哪有可能遐悬？了后呢，因为我有2台咱咧测血糖机。
伊爸爸讲啊，即台歹去，搁内底搁摕一台新的哦嘿，牛了拢总共款讲去看卖咧，我咧讲，真正我有血糖的问题。对。哦，啊你自迄届开始的时阵嘿，哦，就自迄届开始的时阵，我就安那注意自己的生活步调，吼，食食方面，我咧讲都爱开始来做注意啊，对无？所以讲咱今日的时阵吼，伫咧开讲吼，啊，安怎透过着讲即个简单的生活对，来预防即个糖尿病。吼，糖尿病大家嘛知影，熬食、熬啉、熬放啦，容易疲劳啦。啊，头拄啊，咧48岁少年家时，就弄对即个超市入面嘛，安尼瞬间啊，吼，你无去注意到啊。对啦，来，伫这个时阵要甲咱观众朋友讲4个重点落去。好，控制饮食，吼，你要减少一寡像这吼，咱糖分，对无？迄个本身的是迄个糖水，唔好啉遐济，吼，饮料就对啊，吼，也减少着像这个糖分、饭啦、面啦、甜啦，即款就是淀粉类，伊拢变成转化做就是这个糖分啦。对啊，加食一寡这个蔬菜，对，吼，全谷类的食物，尽量的是吼，卖个洗洗过就对啊。是。搁再来注意哦，适当的运动。每一天你体力也好，你上班也好，你日常生活也好，你就是爱吼快走。吼，啊若较济岁，无要紧啦。哦，你豆豆仔行30分，爱运动30才分，会好。这会当呢啊提高着咱的胰岛素以及敏感性。哦，吼，也帮忙稳定着这个血糖。是，第3点就是定期检查。哦，特别你若如果来讲一阿公啦、阿嬷团的，妈妈爸爸，即个家族的病史啊，像你即款的妈妈，吼体重吼伤几条大箍的人，甚至的时阵体重伤瘦的人，即款的做这个时阵呢，拢爱注意。对，吼啊，做这呢，每一年拢总爱做这个检查吼，这个咱的血糖空腹就是100度，嘿，咱的血糖甲就糖化血色素，避免着就这个长期吼，伊就这个熬夜，吼过度就这个压力安尼。对，即款即种唔好，啊，困眠不足，即个压力过大，拢总会去产生着像即个血糖的稳定啦，无稳定，对啦。所以讲吼，方法嘛真重要吼，啊，所以讲有真侪人感觉讲啊，糖尿病就是食伤过甜的啦，无一定吼。其实咱平常时的生活习惯，这才是关键啦。是啦，无毋对吼。咱未当的时阵，着咱也甲讲，即个血糖吼，已经吼超出着标准啦，哈，再来担心啦，啊，对，放弃啊，放弃！现代开始改变，对，吼，这才是上介好的一个时机啦。对，所以讲由今仔开始哦，注意家己的健康，爱量者吼，啊无当紧吼，饮食习惯啊，甲平常时阿姐啊、大哥，咱若会当运动，就尽量吼爱小可叮当者，一天上无爱30分钟久哦，嘿。看咱这个节目吼。对。都爱用轻松的心情。啊，你若身体无正常、无健康，你歌嘛听袂落啊，都压榨啊，你人都真杂啊，搁咧听啥物歌？身体若无用的时阵吼，咱对这个吼节目，就做这个呢责任，互咱做这个呢观众朋友吼身体健康，心情欢喜，啊提供一寡做这日常，咱爱注意到咱家己这个身体，好好照顾家己。对啦。嘿。昨吼一个朋友咧开讲的时阵，伊讲芳玲啊，迄人若足好起来的时阵，是毋是就会真轻松？我讲嘛无呢，爱身体健康对，身体若健康，你若身体无健康，即使讲你有足济间厝的，咧租人一个月讲收着租金，我真紧捌听着租金一个月收200万哦。但是我咧讲，伊个人吼倒伫眠床的，嘿。啊，食食的时阵，人拢爱甲饲，吼，啊，搁甲冰心，衣食无虞的对。系啊。吼，都反正都毋免烦恼这个钱。免。但是话搁讲到倒来，搁一款的做这欠钱的，吼，这个生活较辛苦的人，你这个健康则是爱注意的。系啊，啊一寡平凡人的时阵，对无讲就安尼吼，你若如去无去注意着健康啊，向阳讲你着了2亿个啦。着了2亿个钱，你嘛无钱通好开呢。无去性命通好开啦。性命通好开啦。对啦，吼，好来，今仔日要来进行着咱这个开始来点歌咯。坤宪哥哥，咱的郑娇姐姐，美华姐姐，春雄哥哥，感谢您拢上线哈。还有我们的新朋友哦，2507，谢谢明华哥哥。来，头一首《无奈的相思》。孤单坐在窗，哎，我起唔着调伊啊。
这在通问边，看见一片茫茫夜江边。来，速度第二首《流鸾声路用》。你在山标明，无论好歹也陪伴我一生。第三首《月娘的目屎》。有情人的心，总是藏情海。来，第四首《疼你若性命》。写叹爱在心内，爱到心惊才知疼。第五首《心碎》。勉强的笑，用冷淡的态度，暗示爱情行绝路。上尾这首哈，《晚春》。春风微微吹海边，海鸟成群飞上天。晚春。来，以上有6首歌曲，跟咱观众朋友来做互动哦。卡头前的专线电话来83263177。83263177。来，今日头一首歌曲，无奈的伤心，流鸾声路用，月娘的目屎，疼你若性命，心碎晚春。以上6首歌曲准备接电话，来哦。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上线。哎，你好。喂，我啊，徐妈妈。哎呦，我等24。2跟4哦。哦，我下凯哈。哦，谢谢我们的徐妈妈哦，嘿。好，感谢。你好，张大姐。哎，我要选2号跟3号。3号哟。哦，2号跟3号。哦，谢谢张小姐哦哈。你好，坤庆哥哥。来，坤庆哥哥你好。1、2哦。是。哦，我下凯。是哦。好，谢谢平安哦。好。来，文东哥哥。喂，王林哦。嗨。你好。好。江林老师你好。嘿。好。我点第2甲第4。第2甲第4。24哦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感恩哦，谢谢。好。哎呦，我大嫂。哎。大哥好。美女帅哥好。好。我点4甲5。4甲5。4甲5哎。好，没问题，谢谢。你好，碧华姐姐。宝贝妹妹。Hello，好久不见。姐你好。哎呀，酷姐。酷帅呀。哎，你好，哦，这谁刚无听到你的声哈？哎，今天穿得这样很清凉哎。哎呀，春天到了。拢袂歹。哎，谢谢你。我今日要听第5首到第6首。安尼哦，好，感谢碧华姐姐。哎，酷帅。你好。哎，酷帅。哦，你那精神有够好的了。赞。哎呀，大家我爱精神好哈。谢谢阿姐哦，嘿。我刚拄啊转来拄看上尾，我紧甲你上线了，下摆拍手尔啦，我多入来你。好，谢谢你哦哈，好，谢谢。祝你出色长好，好，拜拜。姐姐好，光云好，杨老师好，是。来，今日要听倒一首啊？流鸾声路用。好。流鸾声路用啊。听你那性命啊，没问题，谢开哦，好，拜拜，谢谢。哎，宜宾哥哥，宜宾哥哥你好。欢迎家人你好。嗨。你点第2首的流鸾声路用，甲第4首的听你那性命。好的，没问题哈。谢谢，谢谢。来，米子姐姐。喂，杨伟好。我听第1首甲第2首。安尼哦。好，谢开。感谢米子姐姐哈。阿美姐姐。喂 ，Hello， 听你那性命的啦，谢谢，甲我笑笑哈。心腿长来无唱吼。对，今仔看会唱着袂哦哈。好，谢谢我们阿妹姐哈，好，感谢。来哦，春香哥哥。有。嗨。这个有空还打电话。谢谢，感谢哈。你啊。今仔要听倒一首歌？
第四、第六。第4跟第6哈。4跟好6。好的，我下开哈，尊雄哥哥哦嘿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拜拜。哎呦，秀珍姐，哟，帅哥美女，午安。好平安啦。哎，第3，第3，给你们把赛。好，我下开啊嘿。那个晚春。晚春哦。好。第6。好的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好，拜拜。阿刘，婚礼姐啊。哎，你好。好，婚礼姐你好哈。4加5。4加5。4加5。好，我下开哈。好，谢谢，感谢婚礼姐。啊，你好，侯大姐。我要给2号的早号。 2跟3。2号的早号。好的，谢谢哈。好，谢谢我们的侯大姐。啊，你好，淑梅姐。哎，2位午安。哎，我要5跟6。5跟6。谢谢。好，谢谢淑梅姐哈。好的，谢谢。来哦，咱这段时间就是点歌叔叔的点歌时间了哈。来，今仔先来安排一首叫做哦，听你那是命。啊，你好，林昭大哥。 哎，欢迎。嗨。当年老师你好。好。系啊。哎，那我选第1条，无奈相思。哦，我啊，到第3条。好。卖娘的目屎。哦，谢谢林昭大哥哈。哦，谢谢。好，麻烦你。哦，买那个客气着，好。来，老师来做准备哦，哈，一首叫做《听你那姓名》，徐妈妈、文东大哥、尤大姐，啊，还有咱尤大哥、尤大嫂哈，姐姐、纪云哥哥、秀梅姐、阿梅姐要规定的哦，哈。来，春雄哥哥婚礼节所点的，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，谢谢。爱在心内，爱到心惊才知听。心要随伊提心来换，人情需要讲条件。缘分啊，为何无留名？敢是烦恼空错线？ 前无坎坷，叫阮怎样行？轻轻望着我心肝，轻轻望着我心肝。我恨我疼，你若是命。 在心内，爱到心惊才知听。心要随伊提心来换，变成需要讲条件。缘分啊，为何无留名？敢不是缘路牵错线？ 情路坎坷，叫阮怎样行？轻轻望着我心肝，轻轻望着我心肝。我恨我疼，你若是命。 好，
前路坎坷，叫阮怎样行？轻轻望着我心肝，轻轻望着我心肝，我恨我疼，你若是命。疼你若是命。好，谢谢老师来安排下一首曲《流鸾声路用》。哦，今仔这两首拢你的歌，但是拢足侪人点的哈。好，可见你咧摆歌的时阵，摆着观众朋友的心嘛啦吼。好，即马来进行第二阶段，就是咱听歌、要歌名，好礼送互咱好朋友哈。今仔准备什么好礼？哈，你讲吼。这段时间，近2年上时行叫做石墨烯啊，石墨烯的产品有足侪种啊，对无？来，护烯哦，这护烯真正是吼超级的啦，好用、厉害，无单紧哦，观众朋友啊，阮这个护烯吼是会使讲是目前啊市面上趴数上过悬的哈，80%的石墨烯啦，剩咱会无做到100%，无啦。剩20%就是美国嘿莱卡莎，哦，就是讲这鞋就弹性衫，安尼毋才有弹性，啊无讲石墨烯都无弹性啊，对无吼？所以讲咧，若要认真讲起来，我再算100%的咧啦吼。来，加宽螺纹设计，是安怎讲？人讲有加宽螺纹设计，就是讲这个所在吼一定要加宽，伊的保护性更较好，弹性有弹性无拿紧，要甲你去掉咧。迄有的人吼，穿一双穿袜也好，穿这护烯，穿到全安尼去箍掉，箍到讲会痒啦，不舒服啦。啊，那这双绝对无这个问题啊吼，而且呢，360度，一条丝拢总是立体就对啦吼，每一段拢总是安怎，然后悬的脚头仔的所在，包括小腿这个所在吼。拢总是有经过电脑设计，嘿，高中低吼，我咧讲哦，这拢总有一体成型的，伊的保护性更较好。伫每一个所在，拢总互咱观众朋友来，上适合的迄个压力伫咧，就是讲，即个保护性就是讲，爱甲你缩会调，但是佫袂使互你不舒服。使用过了想哦，加才有力，那个真舒服啊！使佫讲，这就是精心设计。一卡伫百货公司1980啦。一卡哦，一卡，一卡，人这包装本来就一卡尔啦。但是咱伊都有迄个价值。对啊，但是咱老师要送人客，袂使送一卡啦。当然啦，送2卡哦，要送2卡哟。送2卡。哦，我是讲要送人客，一箱箱对对。送好的。来哦。送箱对对。准备，听歌哦，哦，听清楚哦，来。来，单一龙一对5字的歌曲。有啥人无爱故乡？有啥人愿意来流浪？他乡的我，为伊前途打拼，心爱的请你等待我。徛点若有通看月影，天星
一声，叫你的名，唱出着流浪的歌声。有啥人无爱故乡？有啥人愿意来流浪？他乡的我，为前途打拼。心爱的，请你等待我，徛踮楼窗，看月影，天气明了阮心声。一声一声，叫你的名，唱出着流浪的歌声。咱的观众朋友，敏感度若有够的，还是讲这个歌曲捌唱过，内底来甲伊找歌名都有啊哈，五字，唱出着流浪的歌声。这个陈一郎的时阵呢，咱台湾囡仔，搁而且搁是海口囡仔啦，所以讲呢，伊对像这个呢歌曲伫咧唱。有伊这个气味，虽然人已经不在人间了，但是伊的这个歌曲唱红的，真正是不计其数。所以讲，真侪人爱甲伊模仿安尼吼。模仿其实的心是对伊一个这个崇拜啦。来，我继续的时阵，要过来唱一底陈一郎伊原共款是伊的歌，哦，这个歌曲电波率嘛非常的悬。一杯烧酒香香吞落喉，梦心内有一全部透。不知是酒昏，也袂达甲狗困狗，等倒来心事一条条。两杯烧酒继续搁饮落。边的冰冰听淡薄，加强着酒昏，希望会当水互倒，从今后烦恼拢照无。讲什么酒醉，讲什么爱我，一切无卡纸。一旦要变卦，一旦要晓心理，有这大拖。杯互他酒打帮助我心内将伊看破。
一杯烧酒香香吞落喉，希望有出全部头。不知是几分，也袂达到9:30，颠倒来心事一条条。两杯烧酒继续搁饮落。两边的鬓比疼淡薄，加强着酒棍，希望会当水互倒，从今后烦恼拢照无。讲什么酒醉，讲什么爱我，一切无卡纸。一旦要变化，一旦要晓成，你有一大摊。举杯互干，酒干帮助我心内将你看破。单调，歌曲才2字2字尔啦。你若爱情的时阵吼，老师爱先落歌哦，爱先甲咱观众朋友讲歌名哦，吼，咱即马准备者吼。酒吼用做这个酒。其实这首歌伫咱昨的时阵有互咱观众朋友来点歌，而且运动哥哥甲文辉良大哥恁拢有点着吼。运动哥哥拄则佫会晓敲电话开有约着吼。来哦，准备来，先来直接公布答案。吼，我电话就接到遮就好啊，好不好？吼，来，今仔时间的关系吼，来哦，头一首歌曲。有啥人无爱故乡，唱出着流浪的歌声。流浪的歌声。第二首，好来。一杯烧酒香香吞落喉，望心内有一全部头。来，酒胆。来，以上今仔2首歌曲，一首就是头一首哈流浪的歌声，第二首就是酒胆。安尼有清楚无？稍等咧，咱来邀出着一个中奖的人客。咱的勇往直前，咱一个护膝要来送互咱观众朋友哦吼。来讲到这，老师来准备下一首歌曲《柳鸾声路用》啊，芳龄呢，甲咱观众朋友来顾健康者哈。来进广告。咱讲到吼。长乐有的苦瓜生态，苦瓜生态吼，伫芳龄介绍，甲即马安尼差不多，咱老师啊，咱安尼有10年的时间啊。大家认定的，请你叫阮第1名。真正吼，咱的苦瓜，咱的长乐有的吼，这是有专利的吼。咱的专利无共款的所在，就讲大家拢咧卖专利啊，大家拢咧卖苦瓜生态，但是阮的专利是叫做功效专利。是，阮这毋是西药，也嘛毋是汉药，吼。这就是咧，就这个吼，咱算讲纯天然的就对啦。啊，经过着做这个美国吼，伊做这个功效吼，伊这个证明，功效大家嘛知影，讲对咱帮助真大。是的，功效的就来，咱的功效专利吼，直接导播秀一下吼，咱来人收掉吼，观众朋友看咱这张吼，这两张功效专利，伊厉害伫倒位吼，伊会当吼。增加咱血液内底葡萄糖的代谢率，搁刷落呢，伊会当平衡咱这个糖分吼，伊会当互你控制甲真好。我咧讲哦，是有效的哦。所以讲呢，伊毋是药，但是呢，伊等于有，我咧讲吼，有迄个功效啊。所以讲，伊这毋是干那专利尔，咱这个功效专利吼。所以讲，观众朋友，你看卖啊咧吼，咱这张哦内底3苦瓜，伊具有咱抵抗糖尿病的潜力的。方法会确立，伫遮吼真侪时代讲做，哎哟，我都有咧食糖分的药啊，
哪会食拢敢若讲吼，一段时间就搁欠管开啊，就无效啊。哦，这就讲你本身你的药干若一直甲你控制，甲你压制掉咧。等甲讲像出过年时啊，过年时啊，你小可吼喙较无呛的时阵，伊就搁飙高了。安尼了解无？吼，所以讲观众朋友，你平常时你已经有糖的问题啊时阵，你的筋啊会当利用咱的苦瓜生态甲伊做辅助。是。吼啊，辅助有真侪时段食过芳林的苦瓜，咱的糖乐有味了后，伊控制甲拢总真顺啊。伊向转将你的药啊甲停掉，安尼嘛毋对哦。我咧讲吼，要停药啊，甲无要停药，还是讲要改药啊，是爱互医生落甲你判断。数据的讲话，对，你免紧张。医生看讲，你这本身的时阵，那才进步着。吼，都拢总真正常啊。对。本地红字变青字啊，伊自然地甲你讲，你是食啥物补品？你就是会使吼，伊就是医生，伊会等药啊内底甲你做调整，你家己毋好做医生哦。因为呢，芳林咧介绍一罐糖乐有 A 哦，咱的苦瓜生态。因为伊就是足有效啊，即伫短期间内底，将咱即个糖的部分，甲你安怎调整甲来正常。所以讲，历史一寡阿姐吼，伫也未达到迄个程度的时阵，伊家己就甲药啊停掉啊，安尼是毋对的吼。伤过了急啊！爱安尼讲啊，讲老师啊，爱安尼讲讲，阮的那才有效啦，比伊咧食药啊较有效啦。但是呢，观众朋友，我拄则都有讲哦，美国。咱这专利的无，但是是功效专利的无共款的所在。简单啦。是啊，吼，好来。咱观众朋友，你拢知影讲吼，芳林卖这苦瓜生态糖乐有诶，已经有一段时间啦。进前卖恁的时阵，一盒都是2000块，吼，两盒的话，我们就是2800块嘛，2800块嘛。就是，咱在时代叫好，甲咱斗小报嘛，对无？但是我发觉着讲。足侪时段敲电话来，足紧张啦，讲啊，拢总标悬开啊啦。来哦，今仔要互咱观众朋友一个特殊、一个特别的所在，无共款的介绍，吼。你对老头这糖的困扰来，伫遮吼，我甲咱观众朋友报告。啉高棒啦，吼，足够忝即款的济啦。恁进前来甲我买的时阵，吼，直接讲介绍就好啦，吼。2盒就是2800块嘛，5盒的话，5盒就是犹太介绍5000块嘛，吼。来，今仔日咯，观众朋友，你拢可以甲我买大组的，吼，2盒2800，今仔日恁只要只有这一档期哦，恁注意听吼，1盒2000，2盒4000，我犹太2800啊，对无？今仔日我搁加1盒落去，3盒，3盒，互咱观众朋友来哦，吼，我们只要3000块，安尼3000块，吼。来，等于1个月份才差1000块尔。1个月份就是要互咱观众朋友1000块。为什么今仔要爱用这个组合？因为这个咱若糖的问题的时阵，一定爱朝一个循环，爱3个月时间，就是要互咱观众朋友你食。即使你食了有感觉的时阵，你嘛是爱食3个月到。啊，我这拢总是60粒装的，60粒装的，一天偌济？一天你只要若顺啊，你一天食一摆食2粒多。1盒多1个月份，多1个月份哈。如果你若是较严重的时阵，哇，200几的时阵，190几的时阵，我咧讲，你一定要早晚各2颗哦，吼，早晚各2颗哦，吼。来，0800815181，0800815181。今仔是要安尼卖，因为吼，我发觉到观众朋友电话卡来的时阵，拢总足要紧、足紧张的哈。来，为着要互咱观众朋友。一个循环，一个疗程，所以讲我今仔卖恁3盒才3000块尔哈。恁本地我咧讲2800块才买我2盒尔嘿。0800815181，0800815181哦吼。电话即马开始要咱观众朋友来卡，你进前若买过2800，歹势哈，我们只有这一档而已哈。喂，你好，喂，好，来。3瓶的。啊，公司争取的时阵就是哦，你要3瓶的，哦，要3盒的吼。好，我下开哦，好，谢谢，好，感谢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来，哦，咱的平湖的吼，咱平湖足侪人客的吼，谢谢你们哦，来，0800815181，0800815181，食好，观众朋友。
甲咱斗相报对哦吼对对对。来，登阳大哥你好，你好，登阳大哥要一组吼。第一组吃看卖啊。来啦，你心灵芳龄啦，对面你学好，嘞，谢谢你了哈。来，喂，你好小，车拢总听我啊，对，吼。喂人较疲劳的当中是。嘿，你新朋友对，吼，安尼，嘿对。喂，车拢总真好。嘿，你新朋友，我先甲你写开，等下再甲你回电话，好不好？甲你写字纸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来，观众朋友，你即摆若是要问芳龄吼，药品要安怎食的时阵吼，咱的产品要安怎食？等下落节目你要问芳龄吼，即敲电话就好，好不好？即摆互我广告时间来，广告时间是咱0800815181，我们今天特别哦。而且老板有甲我讲30组就好，30组就好。啊，若讲我这一档期过了以后，咱搁回复下，2盒就是2800块，2盒就是2800块了哦。嘿，来金米姐啊，你好，金米姐啊，一组。哦，你要一组吼，好，我写开啊，嘿，好，谢谢你哦，嘿，好，好，感谢，谢谢，来。今仔日你都看到即种，最主要是有真侪时段讲，就是控制力无好势，拢总飙悬啊，对无？来，电话甲卡，0800815181，0800815181，2800，2,800，2盒对无？今仔日搁加200块，安尼就是3盒。3盒拿回去的时候，互你食3个月。平常时啊，一天食一盖，一盖食2粒。我家己嘛伫咧食，芳龄家己嘛伫咧食哈。我头一摆验的时阵，我咧讲我是安怎爱插在路边落困，因为我的血糖193，193。了后我拢总食这，因为我还没有到吃药，我还无甲食药啊，迄个程度，还无去食到药啊。但是我长期，我即马来讲，得要4年的时间，我拢食糖乐有 A 尔，我无食药啊。嘿，喂，你好，古大金大姐遐吼。阿姐，你要一组吼？好，我下开哦。嘿。当时啊食。我跟你讲，早上就可以吃，早上空腹就可以吃了吼。好，啊，无紧你收到的时阵，唔知再搁甲我问嘛会使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咱讲到吼。好来，即摆呢要互咱观众朋友吼，继续互恁敲电话哈。来，我们其实吼，真的啦，这档期是特别甲公司争取的啦吼。来哦，玉芳姐，啦，知啦，要一组吼。我一组。好，我下开哦，嘿，好，对，健康哦，哈，好，谢谢哈，今天寄出，明天2天内互你搞哦，嘿，好，谢谢。为什么吼芳龄爱甲咱观众朋友提醒？你有糖分的问题，真正这项物件你一定爱食，一定爱甲控制好势哈。好，像我妈妈38岁就受到这种糖分伫咧安怎，伫咧甲积活。迄是到尾拢总控制甲足好势哦。啊，芳龄咧，还未食药的时阵，我都是用这组伫咧做安怎做保养，吼。咱来当做保养，就免治疗啊嘛，对不对？吼，来，老师你要准备唱歌哦，吼，来线卡的电话呢，你若要互芳龄来做服务的，恁即马，来，你若要互我服务的，我即马开始来甲恁接啦，吼，谢谢你们，来，老师来安排迄首歌曲。钱声路用吼，钱声路，哦，流浪声路用吼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嘿。啊，伊做吼，啊，等下我咧讲，因为你新朋友，我等下甲你写开，啊，互你等我一下吼，你等我一下，等一下吼，来。你要互芳龄服务的，吼，要互芳龄服务的，你即马卡。你若是要搁问无清楚、无了解，爱等我落节目的时阵，3点了后，我一通一通，你甲小姐交代的时阵，我一通一通甲恁做回答，吼。来，刘銮声路用，谢谢。你在啥表明，无论好歹也陪伴我一生。河边的谈情，甜蜜
的桥顶，如今变成脑海中的走袂定。既然伊已经对我冷冰冰，我也袂当挽回你的情。失败是失败，一次。乱写落叶，你在草表明，无论好歹也陪伴我一生。河边的淡青，甜蜜的桥顶，如今变成脑海中的走袂定。既然你已经对我冷冰冰，我也袂当挽回你的情。失败是失败。我真坚定，来去找坚定，脑海中的走袂定，流乱写落叶。流乱写路用，来，哦，谢谢啦，哇，感谢吼，哇，拢电话还佫你拢无法度，较紧的楼骹斗接啦吼。其实吼，有观众朋友讲说，啊，糖尿病像拄则老师节目一个开始伫咧讲说，哎呀，迄开车开的吼。啊，人用安怎全黑暗面去，无形的杀手。嘿，啊，全人去弄，去共弄着，啊，有当时去家己去弄着，也是讲驶去安全岛啊，这拢总是足危险的代志啦，吼。这呢，就是讲平常时啊，你着爱注意啊。如果你若是像方人安尼，是大人都有，这种有啥？这种是遗传性的，这有遗传性的。所以讲，哦，平常时啊，就讲爱注意者，啊，你会感觉讲，最近较够食，较够放。定定喙焦，哦，啊，体重向风全减轻去，皮肤会痒，啊，有当时空喙奇怪呢，啊，那最近吼，啊，一个安回胸回叫尔，啊，拢安一直咧空喙拢总袂好，哦，这可能就你有糖分的问题啊，哦，这呢，所以讲观众朋友，来，你若是要互家己，哦，生活当中都已经退休也好，哦，啊，莫讲为着即个糖尿病，伫咧是甲你做困扰哈，也是讲这糖分起起落落，你甲试看卖啊咧。来，咱观众朋友，你把握机会吼，伊做即个来做这个时阵呢，是咱做即个吼世界，哦，伊做即个药价的时阵，来甲咱即个品质保证的，哦，啊，咱即摆的时阵呢，即个厂商的时阵呢，啊来配合广告，吼，所以讲啊，加即个。迄个价钱的当中，迄等于算讲毋是吼，毋是讲像一俗尔，都是来讲的做，这是互咱观众朋友做交陪。对。吼，啊，望咱呢使用的肥歹，啊，甲阮斗相报安尼。对。好来，即摆来要来邀出着今仔日中奖的人客哦，我先来邀出者哈，一位人客哦嘿，来，就是要送这个护膝啦。哦，各位大哥啦，林吉伟大哥啦，哈，吉伟大哥，各位吉祥的吉祥，系伟大的伟哈，伟大的伟哈，来，各位大哥，恭喜你哦哈，护膝一概送一箱，哈，一箱啊，一箱呢，这真正是好东西啊，来，
因拄则吼，有咱山骹的人客伫咧讲即个护士的问题。如果你若是护士要问的，你敲电话问小姐好无？吼，你问小姐就好，你无讲护士搁问我哈。来，电话山骹的电话，咱的节目专线电话，即摆开始讲，咱观众朋友来卡吼，8326316316，8326316316，这种话关系伫播后挂关系给控诉，谢谢。好来，谢芳玲的心碎。秀珍姐、阿梅姐、金双哥哥、庄大姐、美燕姐姐，咱嘞苏梅姐、玉轩、尤大哥、佳佳、金双大哥，你来播声。啥人引起咱情海波？拢啥人看你心的梦？乎你忍心看我艰苦，也无法度拼一步。用阮的红目眶，思是我心已经碎落。来，感谢咱观众朋友，小弟录节目了后，咱的服务专线电话继续卡08008112810800815181，也祝咱观众朋友健康快乐。